手持剪刀嘅男子啦，係喺站南路道搶劫未遂，一路逃跑咗嚟站前路，貌似從銀行門口嘅時候啦，就被迅速趕嚟嘅民警啦同埋憤怒嘅群眾係包圍住咗㗎。咁當時情緒失控嘅佢啦，係挾持住一名女嘅事主㗎，並同警方展開對峙。案發現場交通封鎖，佈滿警員，最近嘅警員距離歹徒大概5米。歹徒係湖北人，大概30歲。佢左手緊緊箍住人質條頸，右手握住一把大概20厘米長嘅尖刀，左右觀望，神情警惕。女人質年約20歲，身材瘦弱，當時手臂同腳上邊滿布血跡。現場附近企滿咗圍觀嘅市民，唔少人目睹咗事情嘅起因。他就在那個派出所那門口那裡就上了一個，一共30刀，其實最少有3刀。一臉都是血，應該是去醫院。派出所把那個警察叫出來追他沒追到，就說這上面才找到這個小女孩。歹徒劫持女人質，藏身喺站西路紅棉國際時裝城門口嘅自助銀行入邊。晚上8點50分，特警同狙擊手到場，警方不斷擴大警戒範圍。隨住時間推移，警方試圖從馬路同旁邊嘅店鋪一步步接近歹徒，不過歹徒就表現得越嚟越唔耐煩，揮刀往人質嘅手臂拮過去，而人質就完全喪失咗反抗能力。呢個時候，警方開始有所行動，一名身着白 T 恤嘅男子行近歹徒，將一瓶礦泉水掟俾佢。歹徒示意人質執起礦泉水，自己就警惕咁樣環顧四周。攞到水之後，歹徒要人質將一隻緊握嘅手機掟到地上，試飲一啖礦泉水，然後自己再飲。冇幾耐，白 T 恤嘅男子再次上前拋落一瓶水，不過歹徒就並冇執起身。醫護人員喺現場穿梭，警察驅趕圍觀嘅群眾，有警員手持盾牌喺旁邊嘅店鋪觀察，形勢越發緊張。盡量引佢過嚟呢邊，跟住我哋喺後邊伏擊佢。好嘛？好。佢話一定要揾電視台嘅，你就同佢傾傾嚇。好。歹徒見到有人行近，立即後退2步，並作出手勢要求警方退後。有什麼事跟他們講一下，他幫你的，他們幫你的。歹徒嘅情緒越嚟越激動，不斷大叫大嘈，根本唔理會警方同記者講話。情緒極度激動嘅歹徒退到自助銀行嘅門入邊，又再次揮刀拮向人質。哪裡？叫他們2個都離開，叫他們都出去外面，警戒線外面去。好。情況對人質越嚟越不利，歹徒隨時可能作出進一步嘅過激行為。雖然警員試圖偷偷地接近歹徒，但係都唔夠膽貿然行動，只能夠以言語安撫歹徒。但係歹徒顯然不為所動。而家睇到當時嘅情況真係越嚟越緊危急㗎啦，咁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制服到呢個窮兇極惡嘅歹徒呢？咁警方最後係揀咗一個非常之隱蔽而且非常之犀利嘅辦法。而我哋在線記者呢，更加係全程喺最近嘅距離完整咁目擊咗，而且仲拍攝咗制服歹徒嘅成個過程，真係非常之震撼。即刻帶你去睇下。警方再次試圖遞水俾歹徒，就喺呢個時候，一名身着白 T 恤嘅女子行到前邊嚟，話佢嚟遞水。我拿進來給你好啊。呢名女子年約30歲，紮住一條利落嘅馬尾，頸上邊用蝴蝶結綁住一條彩色嘅絲巾。喺現場談判專家嘅誘導下，男子嘅言語中似乎透露出佢係被某人所逼嘅，先至鋌而走險。誰殺你？我們幫你，有什麼事說一句話可以了。談判專家試圖分散歹徒嘅注意力，為警方創造行動嘅機會。警方再次攞嚟一樽加料嘅可樂遞俾歹徒。你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我喝好不好？喝多少？没给你。我喝完你们得喝了不？喝一口给了。好。
兄弟，配合。有什么冤情我们说。白 T 恤女子將可樂拋到歹徒前邊嘅地上。要不要我拿出给你啊？回来，别来，兄弟，要不要我拿出给你？抬住。歹徒用腳將可樂瓶勾向自己，並且不停咁樣叫周圍嘅人退後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令人意外嘅事發生咗。有什麼我們記一下好不好？趁歹徒不備，白 T 恤女警果斷掹槍射擊。有什麼我們記一下好不好？連開4槍，歹徒被當場擊斃。整個過程唔夠3秒鐘。唯一近距離目擊開槍現場嘅記者，亦近距離領略到呢位神勇女警嘅風采。而且你太厲害了，當時看到事情以後擔心了嗎？我知道。歹徒被擊斃後，增援嘅特警迅速將受傷女子救出，送上救護車離開現場。據了解，並冇生命危險。9點50分，死亡男子被運離現場。5分鐘之後，流化地區交通恢復正常。喺案發12個鐘之後咧，記者再次翻到嚟事發現場呢一度，咁喺現場可以見到啦，目前呢個地方係已經解封咗㗎啦。但我身後嘅呢個出事嘅銀行網點啦，目前就暫停營業，依家正在有工作人員啦，對內部進行緊消毒同埋清潔。